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时间过得好快哦！我们浩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已经有6个月了。说实在话呢，客家的文化，不论是在美食方面、音乐方面、语言或民俗信仰部分，透过我们电视1个礼拜1个单元的介绍，不但是我受益良多哦，我想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也和我一样，对客家文化至少不会这么陌生。是啊，小邓老师我呢早期啦，就从你台南东道嘅大专院校来监考啊，也係從嗰個通識課程當中，留學生嘅來講解你客家嘅文化。面對嘅學生嘅一般差唔多有80-90個嘅學生嘅，也做了好好自家電視學院嘅節目啊，一下我面對幾千幾萬啥看到你嘅節目啊，嘅壓力啦，真嘅動態喲。那當然了，我們更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，讓我們有機會製作這麼有意義的節目單元。小鄧老師，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什麼單元呢？今本日啦，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，我想我來拿你觀眾朋友來介紹客家童謠。客家童謠，我們的單元節目真的是老少咸宜，大人小朋友都適合來觀賞、來學習哦。來開始咯，頭邊嘅，頭邊嘅，二邊鴨，二邊鴨，三開島，三開島，四龍盒，四龍盒，五仆莊，五仆莊，六南鄉，六南鄉，七轉數，七轉數，八名批，八名批，九名二，九名二，十來也94，十來也94。哇，這首客家童謠好有意思哎！不過我不太懂它的意思，是可以玩遊戲的嗎？錯啊，也係一群成人嚟啊，從個教嘅時間嚟，見教見念嘅念謠，從頭念到十，也就係對嘢念到十。見念見教又愛見筆啊，嘅念唔錯嘅成人嚟咧，就係本人發做古嘢哦，還愛本大家來打思活。哦，大師傅也就是打屁股，可以講告是玩的意思嗎？錯，大師傅就係打屁股，告就係玩的意思。小鄧老師，我們再來念一遍好嗎？好哦，過來念一遍哦。頭邊嘅，頭邊嘅，二邊鴨，二邊鴨，三開島，三開島，四龍盒，四龍盒，五仆莊，五仆莊，六南鄉，六南鄉，七轉數，七轉數，八名批，八名批，九名二，九名二，十來也94，十來也94，沙地過來念最嘟嘟，最嘟嘟，賣豆腐，賣豆腐，最便便，最便便，賣牛眼，賣牛眼，最圓圓，最圓圓，賣粉圓，賣粉圓，最長長，最長長，賣竹廠，賣竹廠。小鄧老師，這首童謠更有意思都押韻客家童謠嘅流傳啊，真嘅當好教哦。有上士啊當真嘅，有上士啊又當無厘頭。像呢首童謠啊，佢係用最嘟嘟嚟做起頭，有可能係一群成人咧，就嘅教嘅時節啦。佢有成人咧，佢背起咧就做 QQ， 佢做 QQ 啊，又從佢做嘟起來，嗰時候強盤教嘅成人咧啊，出嚟調到佢哦。也有一種嘅講法係講啊，成人咧愛留大人嚟討糖嘅嚟食，嘅大人就唔係啦，成人咧就叫，也叫啊就是哭，叫到再 QQ， 也時節嘅大人啊就念了書。最嘟嘟愛聊成人的笑。小鄧老師，那這牛眼是什麼意思啊？哈哈，牛眼就會龍眼啦。哦，牛眼就是龍眼哦。我們再念一次好嗎？好，
嘴嘟嘟，嘴嘟嘟，埋头夫，埋头夫，嘴扁扁，嘴扁扁，埋扭扭，埋扭扭，嘴圆圆，嘴圆圆，埋粉圆，埋粉圆，嘴长长，嘴长长，埋竹长。埋竹长。讲定啦，你好好自家天使后院，根本日就讲到了咯。以下我拿你观众朋友讲，真来了哦，上来了，真来了。